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5章到13到16节。和本圣经在第5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马太福音第5章13节：我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以上。请戴硕清牧师来讲道。戴牧师是台中向上教会的牧师，代表台南神学院前来讲道请安与报告。讲道的题目是得耶稣白手，则亮点终老。得耶稣白手，则亮点终老。敬爱的徐牧师、刘传道，以及各位敬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的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借着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能够跟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敬拜神，通过我们的妇女团契在这边的领唱，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预备心，献上我们的感恩，实在令我感动。第一次来到桃园的地方，以前都是路过。但是今天竟然踏上这一块土地，觉得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喜乐，因为真正的认识到神，我们所敬爱的神无所不在，每一个地方有他所疼爱的子民，敬拜他，赞美他，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能够在这样的纪念的主日当中向大家请安，代表台南神学院所有的师生来跟各位请安，愿上帝的福分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我们每走一步，每到一个地方，相信神都与我们同在，赐福在你和你的全家。那今天用这样的一个题目，得耶稣白手，则亮点终老。这样一个题目，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也一直在问我，白手是什么？终老是什么？我想得耶稣，今天我们得到耶稣，能够到我们头发变白，在这样的一生的当中，我们唯耶稣是我们的信仰，则亮点终老。终老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以至于在神的国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希望透过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在一生的时候，我们享用不尽。在享用不尽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感恩；在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永远专一的信服，我们服侍他，以至于我们的一生，我们终此一生，我们唯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表达，今天我们用这样的题目，通过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分享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我个人的一个领受。我想亮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亮点，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亮点。今天到底这个亮点要我们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中我们能够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我们来领会。现在手机很发达，有个朋友赖了这样的一个短文给我，我把它截录了哈。他说到了北欧才知道太阳也会睡觉，
到了俄罗斯才知道伏特加只是一种饮料，到了韩国才知道漂亮的女人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到了德国才知道一板一眼竟然是双逼的骄傲，然后到了英国才知道童话里的幸福快乐都是伪造的、不实际的，到了日本才知道死不认账的人还会很有礼貌，然后到了中国才知道10个有9个骗，那么还有1个在训练啊。到了奥地利才知道连个乞丐都能弹上一曲小调，回到台湾才知道鹿茸是鹿耳朵里的毛，向日葵竟然是香蕉，更是新兴的产油国家哈。我想在前一段日子我们都被这个油整惨了哈，所以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产油国家，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心里有所感想。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亮点，这是一位旅游的专家到了每一处他所得到的一个感想，告诉我们每个地方有它的亮点。那么亮点在文学、物理学以及地质学上有不同的领域，有它不同的一个解释。那今天我们通过文学的一个说法，第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具有吸引力的人或者是事物像戴牧师站在这里，我不晓得我的亮点在哪里有人告诉我，特别是我们家的主人就是牧师娘，他说你是 every day 当然都 day 了胖胖的圆圆的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我是很短没有错，我是很圆没有错，但是你也是肉质鲜美他跟我一样的，稍微胖胖圆圆的但是总是他比我漂亮就是了有吸引力的人或者事物一张图画或者一篇文章当中最受注目的地方，最引人去思考的一句话，一个地方一段记述这是一个亮点，一本书的一个亮点那有一本非常好的一本书一个孩子有一个亮点这是政治大学詹志宇教授在亲子天下这一本出版社所出版这一本书里面，他说了2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孩子即使不是一颗星星，也应可说是一只萤火虫，有亮点才有起点那一个亮点只是一个起点，是一根杠杆的一个支点那么在这一本书里面，为什么他说这样的一句话？原来在这一本书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小孩学校的成绩非常低落，连运动课外的一个活动他都无精打采，所以经常受到了老师以及同学的一个冷落甚至开他的小玩笑那么他的导师也非常的烦恼，到底这个孩子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一个问题，也一直想要关心他，于是他就打电话做一个家访。那么当妈妈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也向老师来抱怨。他说这个孩子我也没办法，回到家里面呢不写功课也没有什么兴趣，只会养宠物，所以在家里面我们家快变成一个动物园了养一些狗猫蜥蜴天竺鼠啦一大堆把我们家整得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么导师听了之后，忽然有一个想法，灵机一动，如何来帮助这个小孩的一个成长？在学校里面也养了有一个自然科的教室。那么自然科的教室里面也养了一些小动物兔子啦、孔雀鱼啦，一些小动物的东西。那么大部分的同学看到兔子非常脏非常臭，然后看到那个孔雀鱼非常的漂亮，彩色的孔雀鱼非常漂亮，大部分的小孩子很好奇，就伸进那个水缸里面，然后抓小鱼弄得这个老师不晓得怎么管理，也没有办法，因为太顽皮了所以他灵机一动，就想到这个小孩子，倒不如让这个小孩子来管理这个自然科的教室
然后就找这个同学来，然后交代他，然后向全班的同学交代哈，宣布现在自然科的教室哈，我们请某某人来管理。你要进教室要看兔子，你就必须要通过他，必须要通过他这位同学哈，听他的指挥。不出所料哈，这个孩子哈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啊，就一串的宠物经哦，说的头头是道哈。兔子介绍了头头是道，这孔雀鱼怎么来的，怎么养的，会发生什么情况了，都说得清清楚楚哈。然后班上的动物，他也照顾得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健康哈。然后成为班上的一个动物小英雄哈，大家服了他哈，竟然有这么厉害的人啊，这么厉害的人。从此之后，他变成班上的一个同学，甚至耳濡目染，口耳相传，全校都知道这个小孩子是一个动物小英雄。从此以后，这个小孩子眼睛发亮，从此这个小孩子他的脸庞就发亮，非常的有精神。慢慢的，在学习的路上非常喜欢，渐渐喜欢看书，成为一个有亮点的一个小孩。他自己学得很开心，家长开心，老师也非常的开心。所以一个亮点只是一个起点，一根杠杆的一个支点。因为发现了这个小孩子他的亮点，他的长处，老师从这一个亮点，从一个长处来帮助这一个小朋友的一个成长。所以詹教授说，一个亮点只是一个起点，一根杠杆的一个支点，就像一把钥匙打开秘密花园之后，往往后面所看到的是百花齐放哈，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么照詹教授的说法，也是在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亮点，就算它不是天上的一颗星星，也应该是一只萤火虫啊。所以台湾的俗话有一些俗话是这样子说哈，说人生水无生眼，那无言是上可怜啊。南马嘛一部塔哈，天无旁海无见哈，天无边海无见哈，人无一世圆。人中装嘛佛中光啊，3分人7分装有装水水无装亲像鬼哈。水无完全歹嘛无加能啦哈。也告诉我们说，人不完全，但是至少他有一个漂亮的地方，欣赏的一个地方，令人家崇拜的地方。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有一天跟我讲说：“哎，某某人，我跟你讲我要去拍广告。”怀疑的眼光，拍广告，你拍什么广告了？你讲得这么样对不起我，还拍广告？没有啊，你拍什么广告？这位同学就告诉我说，导演说我的手很漂亮，要我去拍手表的广告说真的，好吧，那你就去吧。从此以后，他每天都戴新的手表，因为他的手很漂亮。导演欣赏了，这是他的亮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让我们来了解到亮点，每一个人有亮点，每一个事物有亮点，每一个地方有亮点，每一个国家有它的亮点。在宗教上面，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到底在哪里？我们的亮点在哪里？就这样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好，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底有什么样的亮点，让我们心服口服，叫我们用我们终此一生的生命要奉献给他，服侍他？亮点是什么？道成肉身到世上来，
服侍我们每一个世上我们每一个人，让人得着丰盛的生命。这是他的亮点。所以他来了之后，为了让人的生命得着丰盛，他亲近贫穷的人，心灵忧伤的，生活困苦的，心灵空虚的，生病的，瞎眼的，被鬼附身的，社会的边缘人，这些可怜的人，耶稣亲近他，所以他走遍各个乡镇，赶鬼医治，他所做的就是这个。因为这样一个亮点，所以人接近他，喜爱他。当人接近他的时候，他宣告天国的福音是什么，上帝所看重的是什么。上帝所看重是属灵的一个重生，不是外在宗教的形式，不是披着宗教彩色的外衣，然后告诉自己自我满足，自我感觉良好，我是基督徒，我是佛教徒，我属长老会，我属慈济的，只是一个宗教的外衣。但是上帝所看的，人看外表，上帝是看内心。所以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今天世界的腐败实在是根深蒂固，人没有办法改变人，人没有办法改变世界，唯有神能够改变我们人，唯有神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为了这个样子，人无法改变自己，人无法改变世界，人无法创造一个生命，没有办法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啊！唯有主耶稣。到了最后，没有牺牲是没有救赎，他摆上自己。所以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现代人的希望。这样的一个亮点，感动了许多人。唐朝我们都知道，中国福音进入了中国，有些人说从汉朝开始，但是让我感动是在唐朝。唐朝当时候世界文明的中心，许多人来唐朝来取经。这个时候，唐朝站在龙头的位置，世界的中心。除了我以外，唯独我是世界的中心，看不起其他的，竟然能够引入基督教，让中国人耳目一新，这是一种智慧，这是上帝的一个亮点，耶稣基督的一个亮点。唐太宗看到了这个亮点，所以对于基督教的认识，他的评语：平其教旨，玄妙无伪啊。观其元宗啊，生成利药，实无繁说，理有忘全，济物利人，宜行天下。这句话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有一个简单的见证，一个80几岁的老阿妈，我一生啊，最感到骄傲的是为松年来洗礼，感到遗憾的是一个102岁的一个阿嬷，她要洗礼。我在台中，她住台北，竟然让别的教会的牧师先我一步把她洗礼了。但是这个消息，我非常的高兴，我非常的兴奋，因为她是在医院里面受洗，时间紧迫了，所以我也去去探望她。牧师，我洗礼了。她的家庭，哇，我的阿嬷洗礼了，我的妈妈洗礼了。70几岁的女儿告诉我说，她的妈妈已经100多岁，已经洗礼了，荣耀归主。阿嬷的见证，她说80几岁，我受洗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因为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上帝。从哪里找到？从这里，从基督教的圣经里面找到。长久以来，
我们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天为何存在？地为何存在？人为什么存在？都在问这个东西。天地人从哪里来？甚至有《易经》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董方岳牧师就写了这一个词，这个韵律是：太初上主造天地，日暝分明，凉风吹啊，无水无雨，土混做啊，拢无树木甲菜色，总是有雾对地起啊，论得山野伫迄时啊。上主用土创造人，本活气入伊片空。人对迄点有灵魂啊，上主活命伊有份啊。伊要管理大自然，报答主恩用敬虔。从创造开始，到万物的形成，到万物的人的享受，以及人的一个责任，交代的清清楚楚啊，简短有力啊。很简单的说明出来了。慈无凡说理有忘权，既无力的以行天下。简单明了，详细讲啊。这个阿嬷说，我终于找到了。第一句话，太初上主造天地啊，上帝创造天地，原来上帝就是在这里，在哪里？在基督教里面，非常简单。所以我受洗了，我说我写的呀，真简单啊，理有忘权。说得很简单，又扼要又清楚啊，又令人有希望啊。我所找的就是在这里。所以基督教入中国，唐朝以后，接受基督教，到了宋元明三朝陆续来由宣教师引入基督教，西方的科学、心智和医学建立西方的教会、学校，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一代传过一代。到了满清的时候，我们说雍正、康熙啊，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啊。然后为什么他们变成非基督徒？祭祖的问题啊，也是今天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因为祭祖问题啊，中国何其大，你罗马教皇算什么？谁比较大？所以在这个争论的当中，教皇说唯有上帝。康熙写了一封信，拜托了，我们在中国哈，有一些全部的人都喜欢祭祖啊。这个孝道道教的国家，是不是容许我们祭祖？然后教皇说不可以，所以决裂了，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波。但是在这个时候，虽然宣教士主张政教分离，仍然受中国政府的一个百姓的一个误解，传坚利炮，武力宣教。但是这些宣教师将耶稣的亮点带进中国。我之所以提出中国，因为跟台湾有关系。设立宣教的一个亮点，因为耶稣的亮点成为基督教宣教的亮点。设立学校、乡村教育、医学院、医院，禁止妇女绑脚。小时候啊，读小学的时候，我不晓得哈，徐牧师有没有看过小脚？你不要说没有嘛，你在告诉我年龄比你大。我看过，可怜啊，可怜啊，裹脚布啊，我还拿起来闻一闻。哎，对不起，我不小心透露自己的年龄了。可怜，宣教士来禁止、帮助、禁鸦片、提倡国民健康、开启民主思想。这个亮点，宣教师宣教的时候坐船飘呀飘呀飘，要飘到厦门去了，结果飘到台湾来了，进入台湾，设学校、医院，所以我们今天有马街，我们还有马街的董事在我们教会嘛，对不对？好，戴牧师、彰基的董事嘛，彰化基督教医院，我们有基督教的医院，从哪里来？宣教士，男女平等受教育，
我们有女子学校，有西方的医学，引进农产品，番薯啊、花椰菜啊、茄子一大堆。为什么特别提番薯？你们是韩籍还是偶尔？你们是偶尔还是韩籍？啊？我跟你讲哈，你们是偶尔。台湾出产是偶尔，不是韩籍，韩籍是从那边来的，从对岸来的。韩籍会自己飘来台湾吗？不是，宣教士带来的。这个好吃，这个营养，所以你们现在最营养吃什么？韩籍肉嘛，敢不是？细汉的时阵食韩籍肉，食到叫要吐，食韩籍签食到叫要吐。看到米饭哈，看到那个米啊，嚯，那个实在是那个心啊！我曾经跟我的金伯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我跟金伯说：“金伯，我根本到这恁兜的囝，可怜哦。”我不晓得我妈听到这种话，眼泪是从哪里流啊？自己的小孩子竟然说，为了一个米饭呐，想要成为人家的孩子。花椰菜，治癌的、预防癌的，对不对？哪里来？宣教士很多的东西。你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亮点是无我。什么叫无我？就是分享嘛。宣教师从耶稣身上看到了亮点，学了亮点，将这个亮点来分享，跟他们八竿子打不着的一批人，台湾人。马太说这一句话是一种命令啊！你们是盐，你们是光，不是说你们要去做盐啊，去做光啊，光什么做啊？盐什么做啊？你们要成为盐啊，你们要成为光啊！为什么要成为盐，成为光？耶稣只说了，他没有说明理由，就去做嘛。就是成为嘛，没有说明理由。为什么没有理由？因为你们是世界的盐，是世界的盐，不错。可是进一步，你们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盐、做盐，而是怎么样？像光一样。你们世界的盐不错，不是自己的，你们是世界的光。不错，但是不只是台湾的光啊，成为世界的光啊，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团契，不是为了迦南教会这些团契而已啊。昨天我出那个火车站的门，出门之后看到的是什么？非常大的一个建筑物，我在看，我到底要不要先逛一逛再来教会啊？有百货公司啊。前天我跟我的会友说哈，我已经3年哈没有进入百货公司了，所以看到百货公司，非常的羡慕，想要进去走一走哈。但是跟林长老约6点以前呢，我5点半的时候才到哈，所以走过来，哎，不止一栋呢，还是一连串的，好热闹。结果非常的兴奋，就走，非常冲，一直冲中华路，一直冲。还打电话跟林长老说：“哎，在哪里啊？”他说：“中华路一直走，几号？”竟然冲过头了。竟然我们教会在这里，我没有看到。不是说我们没有亮点，是我的问题。世界太繁华了。那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心里的感受啊，我说了对不起啊。我说哇，这个迦南教会竟然在俄摩拉城里面呢，没有错。我们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保持我们的亮点。这个亮点叫我们迦南教会在这边成为盐，成为光啊！不只是这里的光，这里的盐，我们成为全世界的光，成为的盐。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有日无出来，久就郁卒啊！食伤济久，若无摆下，会安怎？敢毋是安尼？有日无出，会真郁卒了。
欢喜的代志人不讲吼，迄安怎禁袂掉吼？知道戴牧师的秘密，没有告诉许牧师，没有告诉我们长老，没有告诉全教会友吼，动袂掉啦。我跟你讲，戴牧师哦，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别人讲哦，对不对？禁袂掉。咱摕别人的小贪吼，私下啦，当生了，敢毋是拢安尼？食甲流汗对无？啊，食人会流汗对无？当会烧酒吗？啊，互人食吼，煞会流凊汗呢？啊，可怜。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为了提升你做基督徒的文化素质啊。为什么我引用这句话哈？文化素质啊。所以一个朋友到了中国坐公车啊，回来告诉我跟你讲哦，他们有一个宣传啊，公车上面的宣传非常有趣啊。他说哈，很喜欢吐痰，对不对？然后说了一个广告。请把你的痰吐到窗外，为了提升你的文化素质啊！所以我抓了文化素质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互相勉励。亮点句法，你们是世界的盐，世界的光。这里说到你们，你们是复数，不是单数啊。我们单数，我们个人领受，但是我们集体来将耶稣的亮点宣传，所以我们说宣教。单盐、合盐、食油盐，很多种，功能在于调味，在于治病，在于杀虫。治病治什么病啊？前天跟会友在吃饭的时候，问我手一直抓。一位姐妹注意到了，阿伯说你是安怎有皮肤病吼？不会看你的脚，讲不是被蚊子叮到蚊子。然后她告诉我一个秘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从家里拿盐巴来涂一涂啊，一直搓一直搓就不痒了。有人还告诉我说不用了，口水几年都好啊。盐有治病、有杀虫的一个功能。作者在这里。马太的作者在这里说了，这个盐到底是什么盐？是和盐，还是调味盐，还是什么盐？它施了味了，将氯化钠过滤之后的盐呐、这里的盐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比喻教会基督徒已经世俗化，也告诉我们说，盐主要成分就是氯化钠。如果把氯化钠拿掉的盐，还像盐吗？你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把主耶稣基督的亮点拿掉，你还算基督徒吗？是重要的。基督的盐是什么？全世界的呛辣红盐啊，表示说最好的，让人兴奋的，让人有生命有希望的，为全世界的生命增添丰贵啊！这是成为盐的一个用意啊。柏拉图说过一句话：教育不一定是传授新的知识，重要的责任是能将人过去所领受的知识从记忆当中翻新出来。今天我们宣教，今天我们在教会啊，一直领受，一直领受，希望有新的东西进来啊，到处学啊。就现在宣教了，说什么家庭小组啊，我们有了哈，不是批评了哈。还有我们的双艺啊，还有什么啦？哦，在台中哦，有一个荆棘教会啊。一套的东西，很多人都去那边学习啊，学习这些为了什么？为了要宣教，为了什么？让教会增长啊。这里告诉我们哪一套最行？如果把氯化钠拿掉，什么方法有用吗？将耶稣拿掉，一些方法进来有用吗？今天我们说见证，是在见证什么？耶稣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改变我什么？我体会什么？我要见证什么？那个是最重要，而不是方法。注重方法论，到最后就完蛋了。神学生的装备，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学生的装备两个。第一个，灵命上面不失盐味啊，成为亮点。
自己是什么要搞清楚。所以神学生5点起床开始灵修，在这里我学到一部新的呢，这礼拜进来要查经。谢谢许牧师讲得那么好啊，让我记住河马，记住鳄鱼啊。鳄鱼也有亮点啊，河马也有亮点啊。从这个亮点当中来发现自己的亮点，我是有用的。查经重要嘛，不要失了那个原味啊。第一念命，第二学习啊，第四唔捌咧啊，回雷了教会啊。今天我们传道讲道，我们必须要学识，人家讲什么我要知道，让自己讲什么人家也清楚啊。出征大布，果生矮，腹有诗书，气自华。有耶稣这样一个彩衣在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内心，气自华，见证自然有力啊。有才讲话顶空空，无才讲话那碰风啊。那不是，生水免生有盐，生盐免生水啊，生水无盐上可怜啊。水也有盐啊，这个人就歹歹啊。但是古水，佮甜有盐啊，敢不是？你娶新妇爱娶有盐的，无娶水的。因为迄水的，到有一天恁孙生出来的时阵，那无上面，是那无上面。因为去韩国创造它美容整容啊，所以歹势我就去整容啊，所以生出来囝就较早我啊，盐足重要的。蒂某叔生了这款的然后一个朋友，我某叔娘少年时阵足水的，哎讲你来嫁伊啊。有一天跟他讲，戴牧师，我觉得你也长得不怎么样了，但是你长得蛮可爱的就这样，生也没生水了。我是光，我是盐，让众人因我得上帝的祝福。这是我们今天的亮点。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叫我们得着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亮点，叫我们从这个亮点当中，叫人因我们的言行举止，叫我们的信仰让别人得到你的祝福。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门。